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效应，美国各市三大指数收盘大落，道琼落要1700点，标普500也个要是505年以来落上济的一天。虽然金融市场受冲击，但是川普讲，伫手术过后，美国会搁一摆繁荣。 虽然甲普通时共款去上班，不过工人因的心情真沉重。美国总统川普向世界各国扣动关税，影响上大国家之一就是柬埔寨。美国要甲因扣49%的關税，真侪人即馬攏伫咧擔心會無頭路。ពេលរោងចក្របិទទៅក៏វាពិបាកដល់កម្មករទាំងអស់គ្នាហើយចេញតែម៉ោង4ក៏ពិបាកដែរ 英國烹調的零售業者就敢若真濟小企業的縮影，講將會面對着可怕時刻。 法國葡萄酒商是估計喺美國嘅銷量至少會跌20%。法國總統馬克宏呼籲暫停對美國投資。La décision qui a été annoncée cette nuit est une décision brutale et infondée. Elle est infondée parce qu'on ne corrige pas des déséquilibres commerciaux en mettant des tarifs. 馬克宏希望歐洲團結，各國賣單方面採取行動。不過投資人嘅擔心已經反映喺咧美國股市，三大指數一開盤就大盤。 道瓊收盤大盤要到1700點，標普500創2020年以來單日上大盤百，國際油價盤百一般超過5%。I think it's going very well. It was an operation, like when a patient gets operated on, and it's a big thing. I said this would exactly be the way it is. 在当关税了，美國總統川普第一遍講，手術結束，美國將會再一遍繁榮。 雖然股市盤甲青順順，不過川普真有信心。究竟這場關稅戰到時誰人會贏，就要看世界各國安怎甲美國協商。公司新聞綜合報導。